今集介紹一下我哋頭1-2晚住嘅酒店，叫做 22 Summit Boutique Hotel。喺酒店嘅出邊，我哋可以好清楚見到馬特洪峰。呢間酒店距離策馬特火車站步行15分鐘左右，沿途會經過策馬特嘅市鎮，其實都好容易揾到。但係去到接近酒店嘅時候呢，會有啲斜路嘅。如果你攞住大行李呢，其實都有啲辛苦。其實喺火車站都可以搭的士嘅，只不過我哋諗住行15分鐘都 OK 啦，所以就諗住慳啲錢唔搭的士。如果你係自己一個，又或者得好少行李嘅話呢，行都 OK 嘅。但係如果你帶住小朋友或者多行李嘅話呢，我就建議你搭的士去酒店啦。呢個就係酒店嘅大門，一入到嚟呢，喺右手邊有一個細細地嘅酒吧。正中門口位置呢，就俾人哋坐低可以飲下嘢嘅地方，然後就係 check in 嘅 reception 側邊呢，有個門口係入去做 spa 嘅。一上到樓梯直望就係一間做 gym 嘅房，入邊好細，只有一部跑步機，有啲重嘅啞鈴。喺樓梯口嘅左邊就係我哋住嘅房，而喺 hallway 直望見到有一對門係出去外面嘅。我哋好後期先至知道原來係另外一個室外嘅 spa。入到房之後就見到台面有呢一張字條，同埋有2粒杏仁餅。房入邊嘅設施都好齊全，一入到去就有一個位俾你掛衫，亦都有好多櫃桶可以放好多嘢。有咖啡機，有小型雪櫃，衣櫃一開門就會着燈。另外仲有一個保險箱，仲有放行李箱嘅位置，足夠放一個大行李箱同埋一個小行李箱，背包同埋其他嘢都可以放。仲有書台。我哋呢間房呢就冇 balcony 嘅，間房嘅窗口對住條河，同埋見到對面嘅酒店。床都好大好舒服，入到去之後嘅感覺呢，一啲都唔覺得逼嘅，其實好闊落。廁所都好大，有企缸同埋浴缸，有洗頭水同埋沐浴露，有毛巾同埋拖鞋，仲有浴袍可以喺 spa 度用嘅。尋晚都瞓得好好，房間周圍環境都好靜，夜晚瞓覺嘅時候呢，都聽到出邊河邊嘅流水聲，好舒服。第二日朝早就早啲起身食早餐，早餐已經包括喺房間嘅價錢裏邊。有麵包、火腿，亦都有啲熱嘅嘢食，例如炒蛋、香腸，仲有水果、咖啡、奶茶、果汁，仲有 cereal、芝士，而質素就一般啦。我哋喺呢間酒店住咗2晚，要補充返一句，其實呢一間酒店有 shuttle bus 來回酒店同埋策馬特火車站。因為我哋第1晚好夜先至到火車站，所以 shuttle bus 已經唔再開。但係如果你早到火車站嘅話，你可以提早打電話去酒店，話俾佢哋聽你需要 shuttle bus 嚟接你，佢哋可以提供呢個服務。呢2晚嘅價錢總共係560英鎊，另外要俾城市稅，4個瑞士法郎每個人每1晚計算。即是大約3磅8英鎊。整體嚟講，我哋都好滿意呢間酒店，環境、衛生、氣氛、服務都係好好。我哋其實淨係食咗一個早餐，早餐其實就一般，但係完全唔係差嘅。要補充一下，呢一間房係冇水煲，只係有咖啡機。如果要飲凍水嘅話，可以用水喉水，係安全嘅。如果要飲熱水嘅話呢，就要將啲凍水倒入去咖啡機入邊煲。
呢樣嘢係有啲唔方便，所以建議大家可以自己帶水煲。下一條片我哋會喺察馬特呢個鎮上面行下，周圍睇下，有興趣睇嘅請你繼續支持。下一條片再見。